得一元周年庆，一定要幸福。Happy birthday， 那个大小这个天。再加强，再加强。啊不，凯婷跟你弄他好了，我先干。来啦，可啦，阿妈。你别来无虾赶快。这一年来，得一元我们服务了超过50位的失智长辈。那在这里，我们除了服务这些长辈以外，我们还跟很多的单位结合，做了很多的创新的服务。譬如说，我们跟彰师大的结合，来创造一些用语音来做怀旧的治疗；我们跟亚洲大学结合，来做用养菇类的方式，来让长辈能够得到身心灵的一些平衡。那我们也跟我们的中医部合作，用中医养生的方法，在这个地方来推展延缓失能的方案。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是，我们这边寒暑假都有高中生的志工体验营，我们训练高中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服务这边的长辈，他们回去以后也对家属有非常大的回响，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照服务经验。那这个地方在过去1年来，因为办理的绩效非常卓越，包括卫福部、包括泰国、越南、新北市卫生局、嘉义县卫生局的官员都陆陆续续来这边做参访学习。我很荣幸哈，在一个机会里面哈，就彰基在招考那个助理护士，民国74年的时候就到很幸运的就录取。好，因为妈妈在有一个暑假的时候不小心到外面在我们的门口被那个车子撞倒了，然后呢，经过了1年以后，突然间就昏过去了。检查以后才知道说，他是脑部外伤引起的癫痫后遗症。一个有癫痫的长者或又年纪大的，他那个癫痫，他本身就是像定时炸弹，他想要发作就发作。我很幸运就分发到那个神经内科王医师的门诊。那王医师呢，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王医师。王医师他很细心为我妈做一些的检查治疗平常就是给他药物方面的控制，在控制上真的是慢慢的发作的时间很少了。我有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很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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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哦，再一次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手牵手，心连心。啦啦啦啦啦。你钱哪要来吃？都安尼。你来吃得言带互你的是什么货？我得到很多快乐。因家的工作人员，老人节啦，他们家的同学，大家拢真亲切，对咱拢很贴心。我们要感谢他们。就是咱来讲有这个机会，让咱安尼较健康起来，较成功起来。得一元